靈修2025年6月1日，喜樂的心，乃是良藥，憂傷的靈，使骨枯乾。箴言17章22節，昨天開始牙痛，痛得晚上也難以入睡。今天一早起來就趕緊去看醫生，吃了藥後雖然好了一點，但人還是疲倦無力。靜下來的時候，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一句熟悉的經文：喜樂的心，乃是良藥。箴言17章22節，疾病真的會讓人感到不安，有時甚至會引發埋怨或情緒。但在安靜中，我再次體會到，信主的人是不同的。我們不是孤單面對痛楚，而是有主同行，有他的看顧，他的恩典，讓我即使在病中也能感受到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。藥可以幫助身體，但真正撫慰人心的，是那顆因信而來的喜樂與感恩的心。病痛雖未完全離去，但我知道，這平安就是最大的良藥。願我們每一次的病痛，不是成為我們的抱怨，而是成為我們艱辛經歷主恩的機會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在我身體軟弱、被病痛困擾的時候，你依然是我的力量與避難所。除了為自己，也為同樣正受病痛影響的弟兄姊妹們向你獻上感恩與代求。感謝你，雖然我們的身體會疲乏、疼痛，甚至失眠、沮喪，但你的話語提醒我們，喜樂的心，乃是良藥，憂傷的靈，使骨枯乾。箴言17章22節，主啊，謝謝你讓我們在病中仍能被你的平安充滿，知道你掌管一切，沒有一刻離開我們。主啊，我們願把這些日子都交在你手中，即使在病中，我們無力時，願你成為我們的力量；當我們痛苦時，願你成為我們的安慰。願你的愛醫治我們的身體，也安穩我們的心靈，能經歷那從天而來的平安與喜樂，成為他人眼中見證你信實的明光。感謝你不斷的保守與恩典，我們將一切重擔交託給你，因為我們知道你顧念我們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